本節目內容只代表個別嘉賓及主持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好，歡迎翻嚟咧靈魂劇場啦，繼續有我節目主持人中原，同埋咧 Vanessa， 不過唔係我，仲有 Quion 咯，係啦，係啦。咁我身邊咧除咗有兩位主持之外咧，我今日邀請咗另一位嘉賓啦，就係阿周華山博士嘅。咁周華山博士咧就係生命成長嘅導師啦。咁今日都想邀請佢嚟咧，就同佢一齊探討下咧靈魂嘅種類嘅。咁記得我哋上一集咧，其實就介紹咗5種，咁分別係在人型啦 ，helper。第二種係照顧者 caregiver， 第三種咧就係教育者 educator， 第四種係思考者 thinker， 同埋第5種嘅創造者 creator。OK， 咁我哋今日咧就會介紹餘下另外嗰5種嘅類別嘅啦。咁我哋先講第一種啦。呢一種第一種嘅靈魂嘅類別咧，我諗好多人咧都會好認識佢啦，或者係佢好吸引人哋嘅光芒，因為佢就係舞台上嘅表演者啦 performer。OK，咁如果聽到 performer 咧，就會諗起就係我哋喺電視上啊，或者喺網絡上見到一啲嘅明星啊、歌手啊、表演者啊、話劇嘅演員啊，甚至乎係從事棟篤笑啦，或者係一啲嘅京劇啊，甚至係舞台劇裏面嘅表演者。OK， 咁表演者俾我哋嘅感覺咧，就話佢會好積極咁樣去表現佢自己啦，同埋將佢自己嘅歡樂咧帶俾別人嘅。OK， 咁相對於表演者嚟講咧，佢哋嗰個嘅特質咧就係將一個熱情啦，同埋將佢玩樂啦，就係投放喺呢個人間，俾人知道呢一種嘅快樂咯。咁啊，唔知阿 Vanessa 同 Quion，你覺得表演者喺你哋認識嘅眼中係一個帶有乜嘢嘅特質㗎？我首先咧，其實我會覺得表演者通常佢哋都有好個人嘅觀察力嘅，因為佢哋嘅人要表演嘅話咧，佢哋需要對好多生活上啊或者生命上好多唔同嘅佢哋要將佢用佢哋嘅方式傳達出嚟。咁所以佢哋必須會對周圍嘅環境啊、其他人所做嘅嘢有一個好敏鋭嘅觀察力，然後可能用我哋誇張嘅手法去表達出嚟咯。咁啊 Vanessa 咧？所以我覺得佢哋咧，亦另一方面亦都好有創造力，因為佢哋會將佢哋知道嘅嘢咧，用另一種唔同嘅方式，或者一種好 creative 嘅方法咧，係去表達出嚟嘅。所以其實有陣時我會覺得，即係可能喺呢個分類裏邊呢，呢個表演者可能比較講一啲行為上嘅表達啦，但係可能有一啲即係一啲藝術上嘅表達咧，即係唔一定係可能。講緊行為藝術啊，即係可能講啲畫畫啊，或者係可能音樂上啊，其實即係某程度上其實都屬於呢種表演者類型嘅類別咯。我想探究竟表演者其實佢可能最終目的即係除咗係會治癒之外咧，亦都係想歡樂或者將一啲開心喜悅咧帶俾別人。其實佢內心係諗緊啲乜嘢嘅咧？阿 Vanessa 你知唔知咧？點解佢會係想咁希望藉住自己嗰個嘅 talent 啦、行為啊、語言啊，或者係身體嘅特質咧，去令到取悅身邊嘅人，而令到身邊嘅人快樂或者得到一種歡愉咧？我諗佢唔一定要為咗取悅身邊嘅人啩。其實我覺得係佢好似想將佢哋睇到嘅世界咧，去用佢哋嘅方式表現俾其他人睇。因為你知道其實大部分我哋睇個世界好表面噶嘛，有時我哋好忙，根本唔會去深思個世界。咁所以我相信表演者其實譬如好似頭先阿中原你講過一啲棟篤笑，其實佢哋雖然係棟篤笑，但係其實佢哋透過佢哋嘅表演係將一啲我哋日常生活裏邊一啲我哋平時知道但係我哋冇為意去深究嘅嘢表現出嚟。所以我相信其實佢哋好想將一啲佢哋睇到嘅世界去用佢哋嘅方式去令到人哋去反思啊，或者係去思考。所以其實我覺得佢哋係我認同嘅就係佢唔係為咗取悅別人，而係為咗真正一種內心嘅表達，即係佢係想將佢內心嗰樣嘢去話俾世界嘅人知，佢哋睇到嘅係啲乜嘢。又或者我哋轉個角度咁睇啦，其實表演者佢內心都有一個核心嘅價值，或者係希望就係話想將自己對世界嘅感覺啦，佢哋自己嘅世界觀，或者佢對周圍嘅視野咧，用佢自己嘅表達方式咧，去話俾身邊嘅人知道，係咪啊？冇錯。好，咁其實表演者亦都有佢嘅制約嗰部分嘅，就係佢嘅制約咧，就係會有時咧太過投入喺個戲啊，或者喺個 performance 裏面咧，而忘記咗自己嘅身份啦。打個比喻，即係點樣咧？就係話譬如我哋有時睇娛樂版啦，知道一啲演員佢為咗適應嗰個嘅角色，咁可能佢用咗1年嘅時間咧去學習啊，去轉變自己嘅生活模式，甚至乎係仿效個人當時佢嗰個嘅生活方式啊，學習佢自己一啲嘅技能。
係用咗好多嘅時間、心力同埋精力咧，去嘗試去做好一個角色。呢個咧，你令我諗起好似金像獎得主啦。張家輝佢喺激戰嗰度咧，佢咪扮咗個拳手嘅，佢咪花咗差唔多成半年有多嘅時間去操 fit 自己嘅身體啊，又去戒好多嘅脂肪啊、碳水化合物啊，然後又不斷每日都做好多即係好重嘅負荷嘅舉重訓練啊、體能訓練啊，我係好欣賞啊！即係有時 performer 咧，呢啲表演者咧，佢係為咗去飾演一個角色咧，可能係不惜一切咧，為咗去成就個角色裡面嘅需要啦，或者係表現嘅特質啦，會好100%由頭到尾啦，自己思想模式啊、説話甚至體能咧，都會好投入喺個角色裡面嘅。咁但係會唔會係因為咁樣而令到 performer 會有迷失咧？即係當佢太過投入而忘記咗自己真正嘅靈魂嘅身份咧？咁我覺得未至於忘記咗真正自己靈魂嘅身份嘅，因為佢靈魂嘅身份就係 performer 嘛。但係我相信其實有陣時佢哋太 involve， 即係太投入喺個角色裏邊嘅時候，佢哋冇咗一種佢哋本身嗰種客觀嘅觀察，而係即係識得淨用嗰個角色去表演或者去過佢自己嘅生活咯。咁就反而會狹窄咗佢自己嘅個人嘅視野，因為我相信performer 即係表演者類型嘅靈魂，其實佢哋嘅觀點係。內心其實係好靈活嘅，即係佢哋會識得從多角度去睇一個事情，咁所以太投入喺個角色裏邊，反而就叫做所謂頭先我所講迷失啦。其實就係佢狹窄咗自己嘅一個視野。我又睇到咧，一啲例子就係咁嘅，譬如好似阿鄭秀文啦，佢嗰陣時係拍《長恨歌》啦，就係嗰套電影拍完之後咧，佢就有個抑鬱症啊，就係因為佢喺嗰個電影角色裏面太過投入啦，因為遠離咗個角色，其實都一生都幾悲慘嘅，同埋都坎坷啦。即係盛傳就話佢因為喺呢一套戲嗰陣時太過投入啊，而令到佢未能夠抽離啊，所以患上咗抑鬱症。咁之前亦都有講到啦，就係阿哥哥張國榮啦，佢最後之後拍嗰套《異度空間》亦都係啦，因為都要拍一個即係比較精神狀態比較唔係咁穩定情緒嘅角色，而令到佢有一啲嘅情緒失控啊，或者係太過抑鬱啊。咁呢一方面係咪 performer 好容易受呢一啲咁嘅角色嘅代入或者係影響到自己呢？我相信。同埋你俾啲乜嘢意見佢哋咧？如果你係本身係一個 performer 嘅靈魂，我哋點樣去平衡翻呢一種咁嘅能量呢？嗱，首先咧，其實頭先我覺得你講嗰兩個例子都好好，即係反映住嗰個 performer 嗰個現象。但係我不過題外話，我唔覺得阿鄭秀文嘅靈魂係一個 performer，因為我嘅感覺即係呢一刻嘅感覺就係，似乎佢嘅靈魂係一個都幾屬於一個心靈追求者嚟，係啦，即係如果可能佢即係屬於有某一個類型嘅話，好可能係屬於嗰個我哋有一個類型咧，係叫做心靈者，係啦，心靈者，係啊，咁所以因為佢對所有嘢嗰個敏感度其實係好高，即係佢內心好追求完美。咁當然佢係一個表演者，但係作為一個演員嘅角色表演者，但係未必係佢嘅靈魂嘅一個部分咯。OK， 咁呢度一陣間就等你介紹點解阿鄭秀明係屬於一個心靈。鄭秀文係啦。好，阿秀明喺邊度？咁啊，周生你有冇啲咩嘅睇法？周生有咩睇法？我好多年冇人咁叫我。我自己個人就會覺得，我諗好重要就係，因為表演者好容易得到人嘅掌聲啦，或者得到人一啲好即時嘅情感啊，或者感官嘅反應，咁係一個好大嘅快樂嘅源頭嚟。咁所以我自己會覺得個表演者要好清晰自己真正嘅出發點，真正嘅 intention 嚇。如果唔係，好容易係迷失咗喺其他人嘅掌聲或者一啲閃光燈打落自己身上嚇。咁呢度好容易本末倒置嚇，甚至變成一個討好者嚇，或者好迷失自己嚇。相反，如果我哋能夠好善用自己嘅資源，一個表演者真係去貢獻俾個世界，真係同人去溝通、同人分享嘅時候咧，咁嗰個會好美麗。因為個表演者會令到身邊嘅人好有生氣啦，好 cheerful 啦，好有動力啦嚇。咁所以我表演者好需要問翻自己，即係我 come from 啦，即係我真正嘅出發點係啲乜嘢？咁呢個可以帶俾身邊嘅世界好大嘅貢獻。好。咁啊，調翻轉啦，我哋點樣知道令到個表演者去肯定翻自己身份，同埋即係明白到自己嘅角色嘅需要咧？阿周生有冇建議？因為頭先我哋不斷講緊就話好容易佢喺個表演過程中太過投入啦，忘記咗自己身份。我哋用啲乜嘢方法或者俾乜嘢建議佢，令到佢可以肯定翻自己身份啦，知道自己嘅角色咧？
我諗一個好好問題啦，就係可以問個表演者：如果我表演之後冇掌聲，我自己好享受，我自己好開心，但係冇掌聲，啲人反應好一般，我係咪依然能夠享受呢？即係我係咪真係能夠同我所創造嘅融為一體？我成為咗嗰樣嘢，咁變咗我好自然就散發緊嗰種能量。至於對方欣賞唔欣賞係佢哋嘅選擇嚇。所以如果能夠咁嘅時候，我諗會我唔係為其他人而活，亦都唔係為咗去滿足或者討好其他人嘅期望或者欣賞而去做啦。但我相信其實呢方面對每一種唔同類型嘅靈魂嚟講，其實都係一個需要學習嘅一個課題。咁通常其實我最主要嘅建議就係話最好就係遠離人群噶啦，即係有適當嘅時間俾自己去靜落嚟，即係因為你實 involve 同其他人相處啊，或者你所做嘅時候，有時你就會麻木咗，唔知道自己點解會咁樣做。但係當你靜翻落嚟，俾自己有個空間嘅時候，你會比較容易聯繫翻自己嘅內心咯。冇錯啦。好啦，咁我哋講完第6種嘅靈魂嘅類別之後咧，就進入下一種咯。咁下一種咧就係狩獵者 hunter。hunter 嘅角色咧就唔好以為佢咧就好似一個獵人咁咧，周圍去捕獵獵物啦。咁呢度講嘅嗰個意思嘅範圍比較大少少嘅。咁捕獵者咧就只係指佢咧，佢個生命個靈魂嘅特質係好有決心、好積極去做一件事情嘅，而且咧佢係以目標為本嘅，即係佢為咗做一件事咧係以一個任務導向嘅方式咧去做事。咁所以有時咧佢會睇中某一樣嘢咧就咬住唔放，好堅持咁樣去做。咁呢一個咧就係嗰個 hunter 嘅特色，即係狩獵者嘅角色。就例如佢喺森林裏面，佢為咗係去捕獵一種嘅動物嚇，譬如一隻鹿啦，咁佢可能會不斷用唔同嘅方法啦，揾嗰隻鹿個行蹤啦，跟蹤佢一啲嘅線索啦，了解佢生活習性啦，然後咧就喺佢出沒嘅地方裏面啦守候，然後就用佢各種嘅方式，可能用陷阱啦，用一啲嘅武器啦去捕獵隻動物。咁如果換約翻喺呢個21世紀嘅世界裏面咧，咁 hunter 咧就係話佢對某一件事情咧係好有計劃、好有深謀遠慮去做一件事啦，而且對住嗰件事咧佢會鍥而不捨去進行嘅。咁呢一個咧就可以稱之為擁有一種嘅 hunter 嘅特色啦，就係佢會有一種好強嘅決心啦、積極性啦，而且咧佢係以一個任務導向為目標嘅。咁可唔可以話呢啲人好有計謀呢？我覺得係㗎，因為你做一個獵人咧，其實你要熟悉咗你自己嗰個特質啦，你自己嘅武器啦，同埋你個捕獵方式，你要更加熟悉對手啊嚇，佢究竟點樣去呈現出嚟啦，佢個行為啊、習慣啊，同埋之後會發生啲乜嘢事。如果佢走呢條路嘅，我會用乜嘢方法去捕獵佢咧？如果最終我捕獵到佢啊，我下一步會做啲乜嘢咧？咁所以佢每一步嘅步驟咧，都會諗得好詳細，同埋好有即係精準嘅計劃。聽落似一啲嗰啲商人。即係做生意嘅人，即係佢哋可能會好有部署，即係點樣去做呢盤生意啊？點樣去擊敗其他對手啊？即係個感覺似係咁嘅嘢。同埋我發覺佢哋係好有影響力嘅，即係佢哋講出嚟嘅嘢咧，係令到好多人會信服佢啦，跟住會去跟住去做嘅。點解咧？因為佢哋係有一種，即係我見過嘅狩獵者咧，佢哋係好有嗰種魅力，即係佢講嗰句説話好有權。講出嚟令到你會係好信佢咯。係啊，咁我覺得狩獵者其實佢自己都有少少好似思考者咁嘅角色，就係佢諗嘢嘅邏輯思維咧好慎密啦，而且諗嘢好清晰嘅，一步一步咁樣去做嘅。俾人嘅感覺佢做事係非常之實際啦，同埋係按計劃去行事咯。咁佢去到某一個事情遇到咗乜嘢嘅情況之後咧，佢亦都會識得去轉變自己嘅策略或者係方向咯。佢俾人嘅感覺好靈活性嘅，但係對於一啲人嚟講，如果佢嗰個狩獵個特色太過強或者係太過突出嘅話咧，佢會俾人嘅感覺係有少少侵略性啊！即係為咗達到個目標咧而行前咗，俾人嘅感覺係唔係太過舒服。所以另一方面，佢又係好冇彈性嘅，即係好固執嘅。係啊，呢個就係其實即係狩獵者佢本身嗰個制約啦，就係話佢可能會有執拗嗰個情況出現嚇。咁你哋遇上即係接觸過嘅狩獵者，佢執拗嘅程度，其實有冇啲例子可以説明咧？我冇乜遇過狩獵者喎。Vanessa 咧，即係係啦。咁我見過有一個狩獵者咧，就係要佢做咗即係掉一個計劃出嚟之後咧，咁如果你身邊好多人同佢講唔同嘅意見咧，佢認為係啱嘅咧，佢一定要去做咗先，就算
佢真係知道可能聽到好多反對聲音，或者真係覺得唔知會係點，但係佢都要做咗先嘅。咁樣俾我感覺就係話，佢雖然俾人佢個特色就係好鍥而不捨啦，同埋好專注做一件事，但係咧佢就缺乏咗彈性，有時佢未必可能聽到或者接受別人嘅聲音喎，係咪啊？冇錯。好，咁我問下華山啦，你自己即係從個人成長類別咧，冇遇過類似一啲咁樣嘅狩獵者嘅特質，咁同埋你會用啲乜嘢方法令到佢變得有彈性，同埋既忠於自己嗰個嘅任務啦，但係亦都可以做到呢一種寬容咧？好好問題，唔該啊，鍾遠嚇。我自己會覺得好重要就係，因為狩獵者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危機嘅，因為佢個好目標本位嚇，咁所以可能好忽略咗人嘅需要或者人嘅感受嚇，咁所以好容易佢為咗個目標，甚至到不擇手段嗰個狀態嚇。所以如果佢能夠比較有慈悲心，同埋即係關顧自己個目標嘅時候，同時咧都以人為本啊，即係。永遠人係最重要，而個目標放輕少少咧，咁變咗就容易創造多嘢嚇。如果唔係咧，就即係一將功成萬骨枯，就會出現好多血流成河嘅情況嚇。咁呢個我諗，即係狩獵者如果都有一個慈悲心，係對自己慈悲啦，對其他人都有一個慈悲心，我諗好重要嚇。同意嘅。咁頭先你講到話佢會即係不擇手段，令我諗起九型人格嘅3號，因為有時3號咧佢都會係好目標為本啦，同埋好追求嗰個嘅成就感啊。甚至乎佢為咗做嗰件事咧，佢會裝扮自己啊，就好似個獵人咧，佢可能會着迷彩衫啊，或者揾啲草披啊披住自己去易容啊，去改變自己角色啊，為自己去化妝去成就做嗰件事。可能狩獵者亦都係啦，佢可能喺呢件事上邊咧，佢會迷失咗自己，亦都會令到自己去裝扮一個唔係佢本身嘅自己咯。所以我覺得狩獵者佢個心思係好神密，但係亦都變得有時會比較複雜，缺乏咗彈性嚇。如果佢能夠有多啲嘅同理心啦，了解別人嘅需要啦，先至去定一個大家都有 compromise 過嘅目標啦，咁會對件事會比較好啲啦。其實咧一路講緊個狩獵者咧，即係我自己本身好似冇乜點遇過呢啲狩獵者，咁但係當你一路講起嘅時候咧，我腦海裏邊 keep 住就係一個形象，就係有不斷有啲雀仔喺度飛，即係好似人哋數綿羊咁樣，咁啊好多隻雀仔喺度飛，但係佢哋好穩定咁樣飛嘅，咁我一直都唔知點解，究竟呢個係一個咩嘅靈魂信息咧？咁啊跟住後來我了解啦，其實咧狩獵者佢哋好中意咧去捕捉其他人嘅模式嘅，即係話好似我哋人咧好多時候都會一批批或者有個羊群心理啦。咁狩獵者佢哋好中意就係話去了解一啲模式，然後佢點樣運用呢一種模式，所以變咗有陣時佢會將自己抽離變成好似係我有少少好似係唔同於其他人嘅。即係我有能力去可能去控制其他人，咁所以都可能呢一個 point 會令到即係頭先華山所講嘅就係話，佢哋可能會變咗冇咗個同理心，變咗着重係點樣去控制 manipulate 周圍嘅事件咁樣。咁即係話佢哋其實好容易去捕捉到人哋嗰啲弱點，然之後去達成佢個目標。係啊，但係從一個好處嘅話，你都可以話去識得捕捉呢啲嘅弱點嘅時候，亦都可以幫人去彌補呢啲弱點，即係睇下向邊方面發揮咁樣。個感覺就係好似雙刃刀咁樣，一個捕獵者，佢既可以利用佢呢個咁心思細密同埋咁觀察入微嘅能力咧，去睇到人哋嘅優點同埋缺點。但係如果佢呢個狩獵者係用咗喺做一啲錯誤嘅事情，或者係一啲壞嘅途徑嘅話咧，咁佢個傷害性就會變得好大啦。咁所以我覺得狩獵者其實對我嚟講，我聽到狩獵者都有少少打冷震或者毛骨悚然啊！咁誇張？係啊，真㗎！因為諗下原來嗰個狩獵者佢可以同你接觸之後咧，佢好快知道你嗰個底細啦，知道你個特質啦，同埋佢可能為咗去接近你嘅話阿中原佢會喺邊度出現啦？我點樣可以先見到佢咧？佢平時同啲咩人交往，中意食啲乜嘢啦？我點樣可以埋佢身咧？咁我一聽到呢度，我諗到呢度咧就會有啲驚啊！好啊！阿中原中意食素啦，佢平時喺旺角出沒啦，佢同咩人交往咧？大家上網查下。你死啊！咁樣督爆我，咁啲狩獵者嚟揾我，我就成為一隻獵物咧。好，咁我哋講下一種啦。咁下一種咧就係領導者啦。咁顧名思義，領導者咧，咁俾人嘅感覺就係佢有權威啦，有領導嘅能力啦，係會帶領一班人咧去前進啦，同埋完成咗個目標嘅。
咁領導者其實喺呢個世界上咧，即係其實唔會係太多嘅嚇，因為如果所有嘅人都係帶有領導者嘅特質，就冇 follower，亦都冇跟隨者啦嚇。咁而領導者咧，佢好明顯嘅特質咧，佢係好有自己一套嘅睇法啦，同埋好希望去影響別人、發施號令嘅嚇。咁唔知你哋兩位有冇喺自己嘅生命中見到一啲或者認識一啲領導者靈魂嘅特質咧？但係咧，頭先中原你提到話呢啲人唔係太多，因為呢個世界冇可能有好多人全部都係領導者。但係我有少少唔同嘅見解，因為我覺得呢個世界其實越嚟越多領導者嘅靈魂出現。因為其實我哋實在太需要太多嘅領導者，其實佢哋啲獨立嘅思維啊，願意去帶領其他人去轉變、去改變或者去幫助呢個世界，或者呢個淨係而家世界需要。所以我自己嘅感覺，其實喺靈魂層面，其實有好多嘅領導者類型嘅靈魂係投入喺呢個世界裏邊。例如佢哋會領導啲咩咧？就係令到大家轉變。咁呢個會唔會同即係進入咗水瓶座時代？而家係需要靈性嘅覺醒，所以好多人即係將舊有嗰一套就放下啦，令到佢企翻出嚟，帶領一班人去進入一個新紀元，或者係成個地球嘅能量進行提升啦。而有一班領導者係發揮呢一個即係好似係牽頭羊咁嘅角色。我相信係呢個階段性嘅問題，即係喺我哋人類嘅發展嘅階段係需要開始要突破舊嘅模式，我哋學習點樣可以好有效咁突破舊嘅模式，所以領導者係個重要嘅人物咯。領導者令我諗起咧，就係譬如好似唔同國家嘅政治元首啦，好似奧巴馬、習近平啊，或者係普京啦。咁呢度提及到咧，就係話呢啲領導者咧，通常咧佢喺自己投胎之前咧，會揀咗一個比較高大啦、強壯嘅身體，以一個強人嘅姿態出現嘅。咁我頭先講到嗰幾位嘅國家領導元首都比較高嘅，5尺9以上，即係除咗普京嗰個身材係中等之外啦，我見到好多即係做得領袖嘅人咧，佢會揀自己嘅 body choice 咧，都係會比較係好冇有力啊、高大啊、威猛有台型。咁係咪有呢個咁嘅特質咧？係咪因為佢哋外國人嘅關係嘅咋？習近平都好高嘅喎，習近平同阿梁振英咁高，梁振英都就係5尺10至5尺11嘅喎。佢有咁高咩？有㗎，梁振英有㗎， Okay. 有㗎，見過㗎，係啊。咁唔知你哋覺得領導者，你去接觸過領導者，係咪佢一啲外觀上嘅特質係擁有呢一方面咧，或者俾人嘅感覺好有台型、好有氣勢嘅？我覺得唔必然嘅喎，即係譬如另外一啲歷史人物啦，即係超級領導鄧小平啦，唔夠5尺，甘地唔夠5尺，一個係解放成個印度，即係脫離英國殖民統治嚇。咁鄧小平亦都極巨大影響力。我自己覺得係個 B 型個 energy，因為我細個時候識過一個女同學，好細粒㗎，即係肯定唔夠5尺高，但係個叫大家姐，一出到嚟就哇！係咪因為喺小學嘅時候啊？幼稚園即係而家係咁唔過5尺高正常。嗰陣時係中學嗰陣時，中學嗰陣時嚇，即係所以我覺得係嗰個能量咯，嗰個能量係最緊要。相反，我都遇過啲幾高大嘅人咧，雖然喺社會上即係理應有啲優勢啦，但係基於佢嘅成長咧，個自卑感係好深，咁所以。即係一般嚟講係嘅，即係外形會有一定嘅優勢啦。咁只不過最關鍵佢都係個自我價值點睇自己，同埋佢本身散發出嚟嗰種能量係點樣啊？嚇，因為有啲人一企出嚟喺個圈子裏面咧，啲人嘅目光好容易就投放喺佢身上啦，同埋覺得佢係可以領導成個群眾嘅。好多人想聽佢意見啦，或者係受佢嗰個嘅指示嘅。咁呢個就係嗰個其中一個領導者嘅特色。我諗呢個同年代好有關係，因為如果你話好早期嘅，即係好多時候我哋嘅生活係以體力勞動為主嘅話咧，咁好可能你生出嚟高高大大咧，其實會比較容易令人去跟隨。咁但係我哋而家嘅年代開始唔同啦嘛，好多嘢係講呢個我哋嘅腦嘅智慧或者係我哋嘅策略啊謀略嘅嘢，咁所以好可能而家個領導者嘅靈魂唔需要揀一個咁高大嘅身體啦。同埋我又喺另一方面，我會睇可能同佢自己本身靈魂生前嗰個契約都有關嘅，即係可能因為我都曾經見過有啲。佢會揀一個好細嘅身體，但係佢需要發揮一啲好強大嘅能量，去點樣去領導人。其實呢一個都係一種，即係一種選擇，一種我會覺得係一種功課嘅一種咯。都係嘅，佢如果為咗突破自己身體嗰個體型嘅極限，但係亦都要表現出一個領導嘅才能，咁即係話佢個功課要比一般人更加。即係要深啲或者係難少少啦。OK，好啦，咁啊領導者本身佢亦都有一啲危機制約嘅，就係咧就係唔妥協同埋唔讓步喎。
咁即係點解咧？就係話好多時領導者咧就係好似一個皇帝咁樣啊，皇帝好有自己嘅意思，好有自己嘅主見啦。佢講嘅嘢就係軍令如山。咁但係對於身邊嘅群臣一啲嘅忠言逆耳啊，或者係一啲嘅進諫咧，佢就會覺得哇，你喺度挑戰緊我嘅權威，或者你咁樣咧就係威脅到我嘅領導地位啦。咁所以有時佢會喺表現上邊咧就係對一啲嘅事情咧好堅持，唔妥協，唔讓步。咁同埋咧係唔容易聽別人嘅意見。唔知你哋點樣睇領導者佢嘅制約嘅部分呢？我諗所以變咗好多人，我哋都會話嗰啲國家領導人好有專制嘅獨裁啊嘅一個特質喺度。我頭先係咁諗下先，你咪話啲領導者嗰個身材都算高大嘅，跟住我係咁諗一個人物，我成日記得佢肚腩好大，但係我唔記得係邊個，跟住諗到啦，佢就係拿破崙。拿破崙好矮細噶嘛，係啊。咁但係其實我相信佢靈魂絕對係一個好強嘅領導者嚟，但係佢都表現出一種好強嘅嗰種專制嘅特質咯，係啊。咁係咪擁有領導者嘅角色就係必然就會有呢一個專制嘅成分呢？或者點樣可以成為一個即係可以萬人景仰同埋係可以廣納群臣意見嘅領導者呢？咁啊，華山試下答下。不過冇人出聲，就會有人叫我名。我終於有明白今日嚟到嘅原因。所以各位聽眾，如果你被邀請的話咧，諗清楚先。你問多次有問題，我已經唔記得咗。領導者頭先講過佢嘅制約啦，就係唔妥協、唔讓步啦，同埋唔願意聽別人嘅意見啦。咁我哋要平衡翻呢個領導者，佢有呢一個部分嘅制約，點樣去優化佢？你有啲乜嘢建議會俾領導者咧？兩樣嘢啦，第一我自己覺得我心中覺得嘅真正領導者，首先係做自己生命嘅領導啦，而唔係領導其他人嚇。因為如果太急於去領導其他人，我覺得係一個好低自尊、低自我形象、低自我價值嘅表現嚟嘅，即係可能都係自己好需要透過領導人去肯定自己啦。咁呢個非常危險嚇，會造成好多傷害嚇。咁如果我首先其實處理好自己啊，處理自己嘅心魔啦，處理自己嘅對話啦，處理自己嘅恐懼啦，處理自己嘅慾望啦嚇，即係能夠處理好自己，即係真係做自己生命嘅領袖咧。我諗可能係好自然散發出嚟，變咗佢唔係透過説話去領導，佢透過即係 living by examples，即係身教啊，佢用佢嘅生命去領導。我諗呢個係最有魅力嘅，即係最有感染力嘅。咁呢個第一樣嚇。第二樣咧，我諗個年代都好唔同嘅，即係喺以前嘅年代都係即係我哋都係好敬仰一啲好即係崇拜啲英雄啦，男女都係啦嚇。同時去到今日，特別今日嘅香港咧，我諗大家都係即係覺得係一個團隊啦嚇。正如正話 Brian 好早嘅時候都提到話，一個即係領袖啦，唔係淨係要話好高大威猛嘅嘢，每一個人都做自己生命嘅領袖嚇。咁所以我諗特別喺今日嘅香港要做一個領導者嘅角色咧，好尊重，好需要令到每一個 team player 都感受到被尊重咯。嗰個我諗係參與成敗嘅關鍵。如果唔係自己一個人叻，咁你玩晒啊，你叻晒啊，咁會死得好慘啊。所以其實我覺得講到最終每一個類型咧，其實佢哋個靈魂即係所做嘅事情或者行嘅方向，其實最終都要着重喺一個方向，就係佢係咪真係 benefit 到呢個世界，定話係其實係為佢自己嘅得益咧？咁兩者嘅區別就已經令到佢呢個靈魂究竟會係真係發展到佢嘅天分啦，定係其實係進入咗佢嗰個執着裏邊。亦都同意就係領導者其實首先係或者唔係領導者，應該每個人都係首先為自己生命導航啦，領導咗自己嗰個嘅目標方向啦，然後佢先至有能力去帶領其他人。而佢帶領其他人呢，就唔係話自己嘅成功咯。都曾經聽過一啲嘅至理名言，就係話乜嘢叫成功嘅領導者呢？就係佢令到佢身邊嘅人嘅下屬都同樣比佢更加成功呢，佢就係一個真正成功嘅領袖啦。咁所以如果我哋係作為一個領導者，我哋首先問自己嗰個出發點係啲乜嘢？係為咗自己個名利權啦、自己嘅慾望啦，而去帶領一班人去操控一班人，定還是我想成就咗呢件事嘅發生啦，令到身邊嘅人，令到我哋嘅 follower， 我哋下邊嘅人都一齊去進步，一齊去成長。咁呢個就係領導者嗰個嘅核心嘅價值。如果佢能夠抱住呢個咁嘅信念嘅話呢，佢自然會打開自己嘅耳仔去聽其他人聲音，因為聽到其他下屬嘅聲音，佢先知道點樣可以帶領一班人一齊去前進咯。好。
咁我哋一口氣咧就講咗3個啦，咁我哋進入第4個啦喎。OK， 下一個咧就係靈修者或者係心靈者啦。OK， 咁聽到呢個名咧，我諗大家都好容易會諗起，咦，靈修者會唔會係一啲宗教人士啊，好似和尚啊、師姑啊、道士啊、神父啊咁樣啊？咁其實就唔係咁簡單或者係咁表面嘅。咁我哋所講嘅心靈者咧，其實佢又帶有一個特質，佢就好想去進步啦，同埋帶領身邊嘅人咧去前進啊，或者係改善成個世界嘅。咁啊，呢個就係屬於嗰個心靈者嘅特質啦。而心靈者嘅特質咧，就話佢會俾人嘅感覺咧，佢係好 spiritual 啦，好靈性啦，而且咧佢會傾向同宗教有關係。咁我唔知阿 Cryon 你覺得靈性者呢一方面咧，佢哋係咪真係要同宗教扯上關係先屬於佢個靈性者咧？好好嘅問題，多謝你啊，中原。我哋變咗城市論壇。係啦，但係我相信係嘅，因為心靈者嘅人其實佢哋本身即係我見過嘅心靈者咧，佢哋其實天生就真係對靈性有一個好強烈嘅感知啊！即係佢哋對每一樣嘢都好似自然有睇到感受到背後嗰個靈性嘅嗰個意義啊，或者係嗰個層面喺度。因為其實我哋簡單啲講，其實我哋唔同嘅人睇同一件事，我哋對佢嘅了解可以從好多唔同嘅角度。咁呢啲心靈者嘅人咧，其實睇事情好自然就會將佢聯繫到一啲生命層面上或者靈魂層面上嘅感受裏邊。咁所以變咗其實我自己會覺得呢一類型嘅人咧，其實係佢哋當然同樣都係好敏感嘅。其實好多靈魂都好敏感，但係佢哋會比較容易產生一個問題，就係會有一種好容易感受呢個世界好多問題嗰啲尤其是可能喺而家呢個社會階段，或者啲比較狀況唔係咁好嘅社會嘅年代嘅時候咧，呢類型嘅人其實佢哋就會有好重嘅壓力啊，或者使命感喺佢哋心裏邊咯。講到呢個靈修者或者心靈者咧，咁啊令我諗起咧就係阿約翰連儂啦。OK， 佢咪創咗首歌叫 Imagine 嘅。係。咁其實咧，我透過佢首歌咧，就感受到咧，佢係好想藉住歌詞咧，去話俾世人聽啦。佢希望呢個世界變得更加好啊，同埋佢想將佢嗰個世界觀咧，透過歌詞同埋佢嘅聲音咧，去話俾人聽咯。咁而靈魂者就係有呢個咁強嘅核心價值咧，係話佢想成個世界周邊嘅人都變得更加美好。同埋另一方面，當呢一類型嘅人咧，佢哋通常其實都天生都會唔多唔少一啲心靈嘅能力嘅，即係譬如話可能佢哋會感知到一啲我哋譬如指導靈啊，又或者一啲靈魂嘅存在啊咁樣嘅能力。咁而佢嘅制約嘅方面咧，就有時就係啦，太過投入或者係太過瘋狂咁樣想去改變別人、改變呢個世界。咁咧，心靈者類型嘅人咧，通常其實佢哋咧都係好慈悲嘅。咁但係因為佢哋即係學頭先阿 Cryon 話齋，佢哋好容易感應到別人嗰個能量啊，同埋佢會知道個問題。咁好多時佢哋就會好想令嗰個人有改變，即係或者佢係呢啲情況好多時都會喺佢嘅屋企人身邊，或者佢屋企人啊、佢朋友啊身邊呢啲人係發生。佢好想人哋佢知道嗰個係乜嘢對佢最好，佢好想去改變。但係有好多時我哋都要明白嘅就係心靈者類型嘅人咧，就係太過想去改變別人，但係當人哋唔行嘅，即係唔跟住呢個方向去改變嘅時候，其實佢會有一種即係有一種 depress， 即係唔覺得好唔開心。點解我睇到啲嘢，你都唔會去即係去跟住去即係想去改變啊？所以佢自己 move on 唔到咯，即係塞住喺一個人身上咁樣。係啦，咁但係其實我之前睇到有一句說話，我覺得講得好好嘅。心靈者類型嘅人其實係行喺前面，即係好似你前面有好多嘅草叢，咁其實佢係行喺前面幫後面嘅人劈開晒啲草。其實你只要行出咗一條路咧，後面嘅人自然會識得跟住呢條路去行，就唔需要太過勉強嘅。咦，咁你呢個比喻令我諗起我身邊阿周華山咯，佢真係好似喺前邊喺個叢林裏面開咗條路俾我哋後邊啲學生去跟隨，令我哋都有自己嘅能力去行呢條路，有個人成長。咁啊，華山你自己覺得有冇
心靈者呢一方面嘅特質咧？或者你點樣睇心靈者？我自己會覺得心靈者放下期望，健康界線係好重要嚇。正如剛才講，如果我唔放下期望嘅時候咧，我哋好容易跌咗喺你一個 ego 嗰個陷阱裏邊，覺得自己好優越啊，覺得自己好正啊，覺得自己即係懶醒懶巴閉咁。咁呢個好危險啊！即係放下期望啦，同埋健康界線就係尊重每一個人有佢自己嘅世界，有佢嘅生命嘅選擇。我冇資格，亦都唔需要去改變或者影響任何人。我只係需要將我內心即係良知或者靈魂嘅呼喚表達出嚟，咁已經我盡咗我責任，咁已經好好。我好認同呢一樣嘢，就係心靈者佢帶有特質就係想改變別人啦，或者令到呢個世界變得更加美好啦。但係我哋有呢個動機或者有呢個念頭之前，我哋應該要做多一樣嘢，就係我哋問下對方你想唔想改變啦，或者你覺得你最好嘅世界係點樣啊？你想活出乜嘢嘅人生先至對你嚟講係最豐盛最開心啦？如果我哋心靈者就係用自己角度，我認為如果你係食素你就好啦，而強加人哋或者強要求人哋改變個飲食習慣咧，呢個就唔係一個健康嘅心靈者啦。你只係將你一套標準擺喺別人嘅身上。咁所以心靈者其實佢去有任何起心動念之前咧，首先係了解咗人哋嘅需要啦，同埋得到人哋嘅對方嘅認同啦，同埋接受啦，我哋先至去同對方一齊諗一個可以改變或者變得更加美好嘅方法。係啊，我哋嘅愛點解咁痛苦，或者點解咁多人愛得咁痛苦？就係我個人覺得，就係當我哋嘅愛帶住好大期望嘅時候咧，我哋嘅愛係帶俾人好大嘅壓力。身邊我哋嘅仔女，我哋嘅伴侶，我唔需要你嘅愛，因為你嘅愛只係想改變我。你為我做咁多嘢，就係想我改變，去滿足你嘅需要，然之後話呢啲叫愛。Sorry，thank you 嚇。咁所以如果能夠都放輕我哋個期望，即係一個尊重，好 pure 好清淨嘅，即係愛。我表達完之後，你接唔接受？你點反應？依個係你嘅選擇。即係我呢度另一樣嘢就係，譬如佢一個改變咁講啦。我覺得係要尊重別人嗰個時間，即係個時間好緊要。如果佢未到嗰個時候去改變嘅話，我哋點樣勉強或者點樣去要求或者點樣去 push 佢去做，其實都係冇意思嘅。係啊，咁所以心靈者，我覺得我欣賞佢有呢一種嘅大愛同埋慈悲嘅能力啦。但係小心就係佢嗰種嘅愛呢，係會帶有一啲條件啦，或者令到身邊嘅人會有感覺唔舒服或者係痛苦。好，咁其實跟住我哋講埋最後嗰一種咧，改革者咧都同心靈者咧，我覺得有一啲相類似嘅地方嘅。改革者咧就叫 transformer 啦，當然唔係變形金剛啦。OK， 佢係真係一個改革者，係打一個轉變嘅角色嘅。咁佢核心價值咧就係希望所有嘅世界人事物都變得美好之外咧，係變得和諧嘅嚇。改革者佢本身係帶有啲乜嘢能量啦？咁其實佢通常咧即係根據一啲嘅資料顯示啦，改革者通常咧都係屬於即係比較高級數嘅靈魂，即係話如果靈魂分1至10級嘅話咧，佢通常係處於比較高嘅階段啦。而且佢同時咧係帶有靈修者甚至乎係領導者嘅角色，先至可以去到呢個改革者嘅成分嘅。佢自己帶有個特質咧就係好強嘅個人吸引力啦，有個慈悲心啦，同埋好多嘅大智慧，所以佢能夠將佢個慈悲心啊智慧咧用於喺一個領導嘅階層裏面，帶領呢個族群啦，或者帶領呢個世界啦，去進行一個改革，達至一個更圓滿、更和諧嘅一體化咯。咁呢一樣咧，就喺靈魂嘅類別裏面咧，係相對嚟講比較少，因為佢屬於比較高嘅靈魂級數啦，而且佢同時係帶有靈修者、領導者呢幾個角色嘅。咁唔知阿 Vanessa 同埋 Clarence 有冇接觸過或者認識過一啲帶有類似 Transformer 改革者呢種特質嘅靈魂？我第一個諗起嘅係奧修喎。係OK。佢係好強烈，你係睇到佢好強烈地係一個想改革，同埋係佢係一個好心靈，即係一個心靈老大嗰啲叫道，即係心靈大師係啦，係啦。咁同埋佢係後面有提到嘅咧，就係我哋發現阿奧修咧，其實佢都係一個唔怕死嘅靈魂嚟。佢亦都好早知道自己幾多歲就會離開呢個地球嘅。係啊，OK。咁除咗奧修之外咧，我都諗到另一個啦，就係即係合一運動裡面嘅阿馬巴關啦嚇，佢哋即係呢一對夫婦亦都係令我好感受到咧，佢哋係一個屬於比較老嘅靈魂啦。我諗唔知係去到第10級定係第9級啦，但係佢亦都係嘅一個靈修者，亦都係領導者啦。咁由佢去創立合一大學啦，同埋佢帶領好多人去進行覺醒啦，帶領呢一場嘅覺醒運動咧，已經係令到全球好多人受益同埋受惠。而且佢都希望佢自己本身成個合一運動帶一個宗旨，就係話我哋合一係指係乜嘢咧？同自己嘅內心合一，同你身邊嘅人即係
爸爸媽媽、兄弟姊妹啊，同你身邊嘅伙伴合一，跟住又係同大自然合一，然後到最高嘅層次咧，就係同成個宇宙，包括你自己心目中嗰個神去合一咯。咁呢一個咧，就正正同呢個改革者佢帶有嗰種能量或者核心價值一樣，係令到所有嘅世界咧都係一體嘅 union 同埋和諧嘅。咁所以阿永咧就係講起澳洲咧，我就更加諗起一個更加即係令我好深印象嘅人咧，就係合一運動裡面嘅阿馬巴關夫婦佢哋。OK。好啦，咁啊，雖然改革者佢帶有個能量啊，同埋佢嗰個威力係咁強啊，咁但係佢本身咧都有啲嘅制約嘅，就會佢嘅制約咧就係話佢有時就會太過不顧物質世界嘅一切啦，同埋會有少少俾人嘅感覺脫離現實啊，嚇，即係出世啊，嚇，唔知你哋對呢一樣嘢有啲咩睇法咧？我諗其實最主要係佢哋感覺佢哋同佢哋嗰個價值觀或者所着重嘅嘢同我哋呢個世界本身好唔夾，所以變咗先會產生一種所謂出世嘅感覺嘅啫。咁但係其實好多時候，其實呢啲人佢哋所着重嘅嗰種概念咧，其實佢哋其實最終都係為咗要將呢個世界變得更加和諧。係啊，咁所以爭在其實就係其他人可能一開始唔能夠理解佢哋咯。咁但係先阿鐘原你講過，呢類型嘅人呢，即係佢哋有得呢個咁樣嘅使命或者咁樣方向，佢哋嘅靈魂其實個成熟程度係幾高下。所以通常佢哋都唔係話太 care 人哋點樣去睇佢自己。係，佢哋有一個好強嘅特質，就係唔介意你點樣話佢，點樣睇佢。總之佢係要帶住呢一個改革嘅使命嘅時候，佢就一定要將呢個信息帶俾呢個世界嘅人。嗱，如果正如頭先阿 Vanessa 所講，澳洲係屬於一個改革者啦，咁我覺得佢已經係處理咗制約或者佢嗰支危機呢部分，因為澳洲咧其實咧佢就話俾世人聽，其實靈修都可以擁有錢嘅，可以同金錢咧呢種能量咧和諧共處，甚至乎咧亦都可以擁有一個舒適啊享受嘅生活。咁所以澳洲嗰陣時咧，佢係買咗好多架 Benz 成10幾廿架，而且都係 Rolls Royce 啊，而且亦都係住一啲即係比較舒適，我哋甚至乎叫做豪華嘅舒適嘅生活啦。咁佢示現俾世人聽就話我靈修啫，但係我唔係好似啲苦行僧咁唔飲水啊、瞓街啊，或者要令到自己好坎坷嘅生活。佢亦都示現咗我哋一個靈修嘅人咧，亦都可以咧繼續去擁抱身邊嘅擁有嘅物質啦、身邊嘅朋友啦，同埋一個豐盛嘅靈性生活。咁所以我覺得澳洲作為一個改革者嘅話咧，佢喺呢一方面即係對物質睇得好輕啊，或者俾人感覺好出世嘅感覺咧，係處理咗呢一部分嘅問題嘅啦，已經係。不過又有另一個制約嘅即係另一個危機啊。咁就係佢哋，你見到澳洲其實佢都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就係佢會令到好多其他宗教咧視佢為一個敵人嘅。即係佢會有啲人會好怕好似澳洲呢一類咧，令係 lead 咗成個世界，變咗係令到佢哋冇咗嗰種控制群眾嗰個能力啊。咁但係就可能作為一個改革者，正如你所講，澳洲可能佢都唔會 care 別人嘅睇法啦，或者都會好忠於自己嗰一套嘅信念啦。可能對佢嚟講，改革者佢就係知道自己呢種改革嘅成分，或者帶出嚟呢種信息呢，係會影響身邊其他人嘅，對一啲既得嘅利益者或者係固有嘅團體呢，會產生一啲衝擊啊，或者係一啲嘅震動啦。咁呢一樣嘢，我諗係澳洲佢自己本人亦都未必可以話去點樣去處理啊？嚇，非常之好。喂，其實咧，因為點解我啱啱好似喺呢一個討論呢個改革者嘅過程裏邊，有少少九唔搭八咧，即係唔係嘅原因咧？因為咧喺個講嘅過程裏邊咧，我個靈魂不斷俾一個信息我咧，就係話佢應該可以想分享一個練習，就係大家點樣揾到其實佢自己嘅靈魂特質係點樣樣嘅？即係當然頭先我哋講嘅呢10種其實係一個基本嘅分類係啦。咁基本上你都可以將所有人分類喺裏邊嘅。但係其實有陣時我哋會因為隨住靈魂成長咧，有陣時佢可能即係會結合咗幾種唔同嘅特質，變成一種新嘅特質嘅。咁所以就可能即係有一個好簡單嘅練習咧，大家可以去做咧，就係去探索下自己嘅嗰個靈魂嘅嗰個本質係點樣樣嘅一個。好緊張，我都想知道點樣做。唔需要緊張，因為呢個練習需要放鬆嘅。係啦，其實我哋都可以而家做一做啊。好嘛？咁好簡單嘅啫。咁咧，首先大家聽眾或者我哋都可以一齊做。咁就首先你俾自己一個放鬆嘅環境啦。
咁呢個練習唔需要話你真係好專注嘅，你只需要俾自己簡單放鬆，可能好簡單嘅咁，你俾自己係咪眼深呼吸，然後呢，因為我哋每個人呢，其實都有一個靈魂，咁最容易將我哋同自己嘅靈魂聯繫嘅一個代表呢，就係你可以想象有一團白色嘅光。呢團白色嘅光喺邊度呢？你可以想象佢係一個好高空嘅位置，就好似喺個雲層上面呢，有一團白色嘅光。呢團白色嘅光呢，代表住你自己嘅靈魂咯。所以你可以想象自己就係呢團好 pure 嘅靈魂，一種好純粹嘅能量。又想象呢一團光好似有一個好高空雲上面嘅空間，慢慢向下降，但係下降得好慢。呢個過程呢，會引發我哋喺我哋靈魂層面裏邊一個好深層嘅記憶，就係當你嘅靈魂投身落嚟嘅時候，佢帶住一啲咩嘅特質同觀感同使命嚟到地球。想象你喺團靈魂慢慢由雲層上面向到人間降落嚟。當你慢慢降落嘅時候，你喺度睇住呢個世界，你對呢個世界有啲咩嘅感覺呢？你帶住一種咩嘅心情或者感受嚟到呢個世界呢？會唔會有一種感覺，覺得你需要嚟到呢個世界去做啲咩嘢呢？聆聽你整個人嘅內心嘅感受，唔需要太用腦去分析。如果你需要嘅話呢，你可以將整個降落嘅過程放慢，好似你睇電影一樣，你可以將佢放慢，慢慢去感受。咁如果有需要嘅話呢，其實你可以去重複去做呢個練習嘅，因為可能喺每一次練習裏邊，你會對自己帶落嚟嘅感受或者特質呢，會有一個更加清晰、更加多嘅了解喺裏邊。好啦，咁我諗大家都有啲初步嘅感受啦，因為大家都熟習咗呢個 meditation， 即係所以唔需要太耐時間。好，咁啊多謝阿 Brian 嘅分享啦。咁我哋就頭先試咗呢個練習啦，我諗大家都可以翻去咧，即係不斷聽住我哋嘅錄音聲帶啦。咁係啊，如果你做一次唔得嘅，咁咪做到第二次咯。OK，係咁啊，慢慢同自己嘅靈魂。唔係，其實真係好簡單嘅，但係你哋有冇分享呢？冇啊，睇唔到啊，睇唔到住。OK，阿 Vanessa 咧，我相信你有嘅。我降落嘅時候，我覺得係睇住你地球，我覺得係好玩嘅，係應該用玩嘅心情嚟到去，即係我係用一個玩嘅心情嚟到呢度咯。OK，好。咁啊，華山就唔講住啦，因為我哋仲有一個環節。係咁啊，我哋今次咧請阿華山嚟啦，咁啊都想你哋兩位啦，就講下華山佢嘅靈魂嘅特質啦，咁啊佢靈魂嘅種類啦，咁啊唔知我哋啱啱過往即係接觸緊呢一個鐘頭啦，咁你睇到華山呢個靈魂有啲咩特質咧？咁啊不妨直講啦。咁啊，Vanessa，你講先定我講先啊？咁啊，華山其實我覺得好明顯嘅一樣嘢就係佢一定係一個心靈者嘅類型咯。係啊。OK，
何以見得咧？何以見得？有邊一部分覺得係心靈者嘅類型咧？好簡潔嘅答案。其實因為喺啱啱接觸華山嘅時候咧，我感覺到佢有一種好強嘅慈悲感，即係一個好強嘅慈悲係俾咗我嗰個能量，個慈悲嘅能量係令到我有一種好喺佢身邊係好安穩啦、好定啦，同埋係好你會好放心去表達你自己嗰個能量。你仲計咩？阿 Cry，我想知道你笑乜嘢？係啦，你笑乜嘢先？你話喺你身邊好放心去表達，定係今集你好靜？就係因為佢令我太定啦，所以靜咗。哦，原來係咁樣。你表達你平時嗰種好放鬆嘅狀態。係 OK 嗱，我自己嘅感覺咧就暫時我未刻意將佢分到呢10類型嘅任何一種。不過喺佢嘅靈魂裏邊俾我嗰種強烈嘅信息咧，就係佢一個佢今世嘅其實係嚟遊戲嘅，係啦。但係呢個遊戲咧，就唔係我哋平時所諗嗰種遊戲人間，或者啱啱 Vanessa 所講嗰種帶住一個玩樂嘅心情。而係對於佢靈魂嚟講咧，其實我覺得佢今世裏邊會至少會喺依10種嘅類型裏邊咧，係跳幾種嘅。好似係一種裏邊去遊戲完體驗夠咧，佢會有一種突然間，我又想改變喎。所以即係我一種預感啊，即係當一個分享，就係可能阿周生咧，而家咧其實好即係注重好多心靈嘅教育。可能到咗某一個階段咧，佢突然間覺得我呢樣嘢就做夠啦，我要轉一種完全唔同類型嘅嘢。咁佢會突然間變咗另一種類型，即係好似佢靈魂喺度試驗緊邊一種類型最適合佢再進一步嘅一個發展咁樣樣。佢係即係樣樣都會試下，即係橫跨呢10個類型。咁啊，未必樣樣，即係幾種啦。即係我相信，即係其實其中一種係表演者嚟嘅，係啦。咁就頭先我哋討論過啦，啱啱呢個第一種類型啦，今日咁就我突然間有一種跳咗出嚟嘅感覺，就係會有一種好純粹藝術嘅創造。咦？咁我哋喺呢10種裏面有好多種都有佢份喎，有表演者啦、創造藝術型啦，有心靈者啦。咁即係其實以阿華生，你嘅意思，阿華生係咪真係會係跨種別係唔會即係出世即係嚟呢度之前就冇定到？其實佢嚟定或者係出世之前嚟定嘅咧，就係佢要試幾種唔同嘅，係啦。所以變咗佢嘅人生，可能至少我覺得佢會有3個階段咧，係完全係風貌不相及嘅。即係當然有關聯啦，但我意思就係佢所做嘅嘢，所 focus 嘅嘢，可以係嚟一個180度嘅轉變咯。咁你講中佢真係經過3個階段，不過而家係第幾個我唔知啦。不如由佢自己講下佢嘅經歷、佢嘅轉變、佢嘅玩法係點。但係我覺得嚟緊仲會有一個轉多次好重要嘅階段嚟。可能有一個階段你會變成一個好隱世嘅人。隱人啊！隱士好，咁我聽下華山講下。咁無奈你聽真係點？你玩夠未咧？你轉夠未咧？我回應阿 Karen 呢頭先咧，跟住先我嚟回應 Vanessa。好啊 Karen 呢個我覺得係㗎，即係喺我對我自己認知咧，我呢一生咧呢一生我覺得我去得好激烈嘅，即係好 extreme、好極端啊！即係用一般人眼中，我都唔知解我係咁嘅。對我嚟講好自然同埋好舒服嘅嚇。咁我同時我知道即係對用世界標準係好瘋狂嘅，即係我喺讀書。有個階段係瘋狂，唔係瘋狂，即係好強烈投入喺學生運動啦、社會運動啦嚇。讀書嗰陣時，跟住我忽然間係沉醉喺學術嘅研究、心理分析啦、解夢啦、社會理論，好抽象嘅學術理論。譬如我碩士論文咧，係只係研究德文溝通嗰個原文嗰個字嗰個意思，就成篇寫幾萬字嘅碩士論文嚇。然後畢業之後，我又瞓身喺同志運動啦、兩性運動嗰度，我做咗好多嘢，即係出咗10幾本書，中港台3地做咗好多嘢，即係唔詳細講，太好多嚇。咁然後跟住又去咗摩梭，即係中國女兒國啦，喺個冇水冇電嘅山區生活咗5年嚇。咁啊搞教育基金啊，咁嗰啲好貧瘠，好即係好簡單到無倫嘅生活，咁啊過咗好幾年嚇。
然後翻嚟香港又喺一個精神病機構度做嘢，咁跟住而家做咗個所謂心靈導師啊、生命導師咁樣嚇。咁我自己睇翻都好奇妙嘅，即係有啲似風馬牛不相及嘅，同埋嗰啲我發覺我放低就放低嘅啦，即係我而家係冇興趣再講過去嘅嘢嘅，即係就覺得冇。幾乎係唔值得講咁滯嘅感覺係嚇，所以我都覺得生命好奇妙。因為其實進一步嘅信息就係你嘅靈魂喺今世裏邊，其實喺呢咁 intense 嘅經驗裏邊咧，其實好似係最後攞埋啲資料咧，跟住就會去第二度嘅，可能著草啊，著草第二個星球。咁係咪如你所講，即係話你見到佢集合咗呢資料之後咧，佢即係終有一日可能會選擇一種隱世嘅方式去生活咧？好可能佢會係啦，喺之後會有差唔多可能8至10年嘅時間，冇人即係會冇人揾到佢，但冇咁快嘅，所以你啲學生唔使驚住。問多少少啦，咁啊華山咧，佢嘅靈魂擁有啲乜嘢特質嘅天賦咧？即係佢呢一生佢帶咗啲乜嘢工具落嚟咧？呢個好難講，好難講。係啊，因為實際上當佢帶住有唔同嘅特質嘅時候咧，其實佢可以運用好多唔同嘅天賦嘅，即係當佢真係想我要做呢一樣嘢嘅時候咧。其實通常佢都做得到嘅，係啦。無論可能佢要成為一個棟篤笑嘅人啦，又或者去假設，正如阿 Vanessa 所講，佢突然間可能想畫畫或者咩嘅，佢又會去發揮得到。咁所以佢嘅靈魂只係一嚿泥膠咯，我覺得，即係佢可以將自己點樣操係啦，變成任何一種模式去適應去要嘅嘢咯。我感覺佢係周身好多法寶嘅，咁啊成個工具箱喺裏面，只要佢諗到佢想做嘅話咧，就能夠成就到嗰種嘅技能出咗嚟，係咪？咁最後啦，咁啊問埋代佢問一樣嘢啦，就係代佢問係啦。咁究竟自己唔問，可能佢都想問嘅，不過佢冇問到啫。就係佢自己最終嘅使命係做咩咧？究竟落嚟呢一世，除咗係去探索之外，呢個又係都係一個好難答嘅問題，因為靈魂咧喺唔同嘅發展嘅階段裏邊有唔同嘅使命。咁即係我哋一直以嚟咁多集所講，或者係大部分人即係對靈魂啊或者對生命有了解嘅人咧，都會認同一樣嘢，就係我哋嘅靈魂係嚟到去體驗一係體驗人生啊，遊戲人間啊，一係就幫助呢個世界啊咁樣樣。但係呢個係大部分人係啦，有啲靈魂佢哋其實有一個我哋叫 hidden agenda， 即係佢有一個在另一啲唔同嘅特質，同我哋啱啱所講會係唔同嘅。咁佢又屬於呢一種咯。咁嗰種靈魂嘅，即係佢究竟個使命係啲咩咧？我需要啲時間解讀。係啦，喺呢個時候我將嘅發言權咧交俾我哋另一位嘅主持啦，就係 Vanessa。係嘛啊 OK 不如我回應一句好嘛？正話，因為 Vanessa 最早提到慈悲嘅能量，係其實我幾有感觸嘅，即係提到呢樣嘢嘅時候咧，我自己覺得好奇妙嘅，即係我解釋唔到，我理解唔到，但係又如此地強烈。我覺得我前半生即係頭嗰30年咧，都係比較自我中心啊！即係我當呢個世界冇到，當法律冇到，總之我想點就點嚇，做好多都幾誇張嘅嘢嘅，即係各方面都係嚇。咁然後我到我10幾年前有一次好偶然嘅情況，即係遇到一個出家人咧，仲有一個20幾歲嘅出家人，我係好奇妙地咧，我好似徹底被收服咗咁樣嘅，即係我理解唔到，我解釋唔到點解我可以咁死心塌地去跟隨另一個人嚇，去第一次體驗咩叫投降嚇，然後第一次體驗咩叫慈悲嚇，然後慈悲嘅力量係對我有不可思議嘅吸引力嘅，即係我覺得我條命唔再重要噶啦，即係忽然間係好強。當然有一方面忽然間同時都經過都10幾年嘅磨練啦，點點滴滴咧已經去到好。係啦，我覺得即係好嚮往同埋好追求呢種大慈悲啦，即係完全係忘我嘅狀態啦嚇。咁所以我正話聽阿 Vanessa 開始講慈悲嘅時候，我係
即係我同意嘅。同埋我曾經有一個好 close 嘅朋友同我講過，佢話華山我見到，因為佢 kind of 有啲佢睇到好多嘢嘅嚇。佢話佢見到佛陀當時有好多信眾啦嚇，咁佢你當時喺度㗎，咁當時我係好抗拒，基於我無知啦嚇，我好抗拒佛嘅，我覺得係啊，你冇同我講乜嘢啊，咁但係佢就即係好誠意咁同我講嘅，咁所以當時我好收到嘅嚇，咁佢話，所以你雖然經歷咗咁多世咧，你都會翻去嗰度嚇，咁我唔知咧，我譬如正話阿 Crown 講嗰樣嘢咧，我發覺我呢幾年經常有一個感覺嘅，即係就係我覺得個感覺，我經常一講嘢我會喊嘅嚇。個感覺就係有一日我唔知點解，但我好覺得有一日我會放下一切嘅，係 literally 即係我唔識講啊，係真係唔識講啊！即係嗰種感覺係我覺得我陣間幫你講嚇，你幫我講。我好多時一有呢種感覺咧，我覺得係好，然後係咯，係好感動嘅一個 calling，好感動。呢個係好重要嘅靈魂嘅特質嚟，即係係咯。咁啊，因為啱啱阿華山所講嘅時候，即係我終於即係將佢嘅靈魂嘅使命咧，即係簡單變成4個字，就寫低咗喺紙上面。就係佢今世要學習點樣收藏佢自己，或者其實將佢自己完全收翻入一個完全唔再重要嘅一個境界。但係其實佢而家嘅經歷咧，就係即係頭先佢講咗，即係佢喺好多人生同嘅階段裏邊，其實都做咗好多嘢啦，可能為好多唔同嘅社群。但係咧，我唔知咁樣講好唔好，但係我收到信息，其實就係最終嘅地步，你唔單止覺得自己唔再重要，甚至你會發現你所有做嘅嘢都唔再重要。你係學習緊呢樣嘢，你靈魂要去到一個完全。咁咪叫無我咧？已經係唔係就係無我，而係所有嘢都唔再重要嘅地步。但係佢又唔係嗰種一種絕對唔係即係我哋平時嗰種厭世啊嗰種感覺，而係所有嘢唔重要到一個地步，佢覺得佢剩翻一種好 pure 嘅嘢咯。即係佢嗰個靈魂嘅意識係向住呢一方面探索緊。所以點解今世裏邊會做好多唔同嘅嘢？但係其實喺佢心底背後，其實佢有一個 calling， 其實佢真係要最後將所有嘢都會體會完之後，其實終於可以隱藏放開啦，係啦，即係有一種感覺就係佢靈魂臨尾即係體會晒，即係好似臨死前食多幾次自己中意食嘅嘢，跟住就知道其實呢啲都唔再重要啦，即係向住呢一個方面進發咯，係一個得意嘅靈魂嘅過程嘅。咦，咁佢係咪差唔多可以去翻源頭啦？如果去到呢個 level，咁啊，等佢自己之後翻嚟講。記住華山我下世約定你喎，係啦，冇下世咧。如果你不幸過世嘅話，你可以 channel 揾翻佢咯。我哋 channel。阿 Vanessa，你係咪有啲嘢補充啊？會我想補充少少嘅咧，就係頭先阿 Crown 所講嘅嘢係我諗去到最終咧，其實所謂嘅放下一切咧，其實係一種好屬於靈魂嘅一種純粹嘅在，而唔係即係可能係佢會認知到好多身邊發生嘅嘢，然之後尊重身邊所發生嘅一切，但係佢只係純粹係佢自己嘅一種在呢個感覺咯，即係一個在字，我唔係在OK。華山，你聽我好完之後有啲 share 咩感覺？我覺得呢個就係我一路呢幾年追求緊嘅嘢嘅，同埋好自然嘅對我嚟講。我諗翻我阿中原都可能聽過，我呢10年，如果你問我最啟發到我嗰幾句説話，都係講呢啲嘢嘅。即係譬如有一句我好中意啦，即係我老師第一次同我講：The meaning of life is not to win but to lose. Until someday you have nothing more to lose, then you are free. The meaning of life is not to win, but to lose. Until someday you have nothing more to lose, then you are free. 嘅生命意義唔係去贏，而係去放低。直到有一日我已經再冇任何嘢放低，咁我就真正嘅自由。就好似阿 Crown 所講嗰個有啲狀態似嘅，即係好幾句呢啲説話都係我唔知係好入得我好深。即係我好想呢一生就係，即係如果你問我仲有咩心願咧，我就想體驗呢樣嘢係乜啊？我都唔知係乜㗎，即係戇夸夸咁，但係我覺得冇乜嘢好玩啊嘛。
就係咯。唔係我睇到就係你一直係做緊呢樣嘢啦，咁啊講多少少咁嘅華山佢經營自己嘅自在社，本身佢係一個即係獨資嘅機構啦，後來就成為非牟利嘅團體，即係佢已經係放低咗自己個人嘅名利，再進一步咧就係佢連一個受薪嘅教練呢個角色都放下啦，即係話佢係免費做一個義工嘅角色啦，去為 DP 去教授啊，即係佢連嗰個導師費、居馬費都唔收啦，咁即係話佢真係放低咗好多嘢，好臨在佢就係純粹係作一個喺呢個群組裏面一個導師嘅角色，而冇任何嘅利益咯。咁佢真係學到呢樣嘢就係去放低咯。但係我就喺呢一度放低，我就喺呢一度嚇。咁係真係好對應翻而家你所追求或者你想去到嗰個目標。其實我係好感恩我遇到一個，我淨係講個老師啦，否則我唔會做呢啲嘢。我就覺得黐線啊，即係愛嚟溝女，愛嚟溝仔，愛嚟呃錢嘅啫嘛，即係愛嚟講嘅啫嘛，個個都講愛噶啦，所有產品都話愛，都話關心噶啦。即係我向來係好 skeptical，即係好批判，好唔相信呢啲嘢嘅。即係我覺得人都係自私噶啦，唔好同我講愛，嘥氣嘅。即係我想 dap 你有利益，咪講愛咯。即係好灰暗或者好負面。雖然我做好多慈善啊善事嘅工作，但係我有 the other side 好多 dark side，即係好多陰暗面或者好多對人性嘅唔信任嚇，咁當然亦都係對自己唔信任嘅投射嚇。咁直到我10年前都開始遇到呢個出家人，係令我好震撼嘅。即係我唔相信有人可以咁，即係我遇好多叻人啦，而且喺大學教書，身邊大學教授都好叻啊。但係我唔覺得啲大學教授開心、幸福、快樂。我亦都唔覺得啲大學教授真係好善良或者好清靜嚇，只係讀書叻啫，就係咁啫嚇。咁直到我遇到呢個出家人，令我覺得好不可思議嘅，即係佢係差唔多懟冧咗我世界觀嘅。即係令我第一次體驗咩叫清淨貢獻。佢成日講清淨 pure mind、pure heart、pure intention。因為我同佢都好 close 嘅，我係睇佢嘅生活，我越嚟越發覺，喂，佢禮真嘅，佢唔係 up 嘅，佢唔係吹水嘅，做到佢真係 live 即係 walk the talk，佢真係活現緊嚇。咁所以我係同佢接觸，令我一次又一次嘅震撼，一次又一次，我覺得有太多嘢，我太無知，太多嘢我一生未經歷過。然後去到某個 point，我就覺得我值得係放下一切，係 literally 一切，即係名利權勢，全部已經可以放下晒，因為我經歷過晒，即係有過晒嗰啲嘢，而同時覺得都係咁啦嚇。咁但係有一樣嘢我從來未經歷過，就係一個 pure mind 可以去到咁。咁於是我就點點滴滴開始去跟隨，而好奇妙地一跟呢，跟咗好短時間，跟咗3幾個月咋。我發覺我自己有好大嘅轉變，同埋好順啊！啲嘢嚟得順到我身邊有幾個最好嘅朋友咧，都喺華山。起初我覺得你吹水嘅，你都係老點。但係後來見到即係有一啲嘅轉變咧，佢覺得喂，你真係好似唔同咗嚇。咁 anyway，我好感恩咧，真係一個我覺得係極大嘅福氣遇到呢位朋友嚇。如果唔係佢，我而家仲喺個苦海中顛簸緊。所以可能有朝一日你就好似大隻佬嗰個電影咁，除晒衫褲就行喺個深山裏邊。好，咁啊，希望喺呢一集裏面咧，大家都睇到啦。原來我哋靈魂有類別咧，亦都會睇到我哋自己唔同嘅轉變啦。咁啊，好多謝華山今集佢同我分享佢哋自己嘅故事啦。OK， 好啦，咁我哋下一個環節咧就係高靈信息啦。咁啊，唔知兩位帶咗咩信息而嚟咧？今日好啦，咁啊，今日靈魂最主要想分享嘅咧就係我哋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即係心靈嘅使命。咁但係呢個使命好多時候其實個重點唔係真正在於喺呢個世界，因為呢個世界其實係我哋所即係一個體驗嘅場所，亦都係我哋嘅靈魂顯現自己嘅特質嘅場所。咁所以其實你有幾顯現自己嘅靈魂嘅特質，其實都個重點亦都擺喺有幾影響呢個世界嘅。無論你顯唔顯現對呢個世界都帶嚟有好與唔好嘅影響。咁當然每一個人發展自己嘅靈魂嘅天賦嘅特質嘅時候咧，其實你會發現我哋會容許呢個世界有更加多嘅容納性，同埋有更加多嘅和諧。咁但係當我哋越唔能夠去聯繫自己嘅靈魂嘅時候咧，我哋只會創造更加多嘅控制啊，更加多嘅矛盾。咁所以靈魂嘅信息就係話重點唔係話呢個世界可以俾到啲咩你，而係或者你需要喺個世界做啲咩。重點係究竟你喺你自己人生裏邊，你會唔會活出你自己啦？好多謝 Cryon 帶嚟嘅高靈信息。咁啊 Vanessa 咧？咁我今日個信息咧，同阿 Cryon 嗰個都有啲呼應嘅。咁就係
當我哋去做一個我哋所謂靈魂嘅天賦或者我哋靈魂嘅使命嘅時候呢，好多時我哋收到，譬如我哋收到一啲靈魂啊或者係指導靈嘅信息嘅時候，我哋其實內心呢應該話我哋嘅頭腦呢，好多時就會有好多嘅恐懼出咗嚟。咁呢度就要同大家講嘅呢，就係當我哋集中呢一個意念係想喺一個自己想要同埋自己真係覺得開心嘅方向嘅時候呢，就算即係可能喺呢個過程入邊，大家會好驚做錯一個決定。就算呢一個決定真係一個錯誤嘅決定都好，其實最終我哋出嚟嘅呢都會有一個正面嘅結果嘅。所以呢一度指導靈嘅信息呢，就係話大家唔需要去擔心，亦都可以放低恐懼。總之一心一意去做自己想做嘅嘢，咁就 OK 噶啦。好，咁啊，今日多謝呢兩位帶嚟嘅高靈信息啦。咁我哋好快咧進入下一個環節啦，就係書本介紹。好啦，翻嚟書本介紹嘅環節啦。咁啊，今日為大家介紹嘅一本書呢，係一個翻譯書嚟嘅，書名呢叫做《從未知中解脫》啦，10個回溯前世了解今生挑戰的真實故事。嗱，嗰個書名比較長啲啊，咁啊簡稱呢個從未知中解脫啦。呢本書嘅作者呢叫做羅伯特舒華茲。嗱，本身呢，佢係一個美國人嚟嘅，而且佢嘅職業呢係一個雜誌記者。咁嗰本雜誌叫 Life， 咁啊喺即係上個世紀已經係執咗笠噶啦嚇。咁點解呢一個雜誌記者好有興趣去寫靈魂嘅故事呢？原來咧同佢一次嘅經歷有關嘅。有一次佢參加一啲嘅降靈會、通靈會啦，咁在座裡面呢，亦都有一啲嘅通靈師。咁呢個通靈師呢，就直接同阿羅伯特嗰個指導靈溝通啦，話咗俾佢聽點解佢生前嘅好多嘅故事，佢嘅前世啦，同埋佢今生所遇到一啲嘅逆境。佢聽到之後呢，成個人呢就感覺好振奮啊，同埋感覺好震撼，因為佢聽到呢一啲嘅故事背後嘅真相之後呢，佢唔相信原來自己係一個咁嘅靈魂，揀咗一啲咁嘅人生發生喺自己個身上。於是乎呢，佢就好有興趣咧鑽研靈界呢一方面嘅內容啦，包括指導靈啊、前世今生啊、人生課題。咁佢就一年呢，就揾咗幾個擁有呢一種通靈能力嘅導師啦，好似我之前介紹過一本書啦，就係約書亞啦，揾咗阿 Pamela 啦，同埋幾位唔同擁有類別能力嘅通靈師咧，去搜羅一啲真實嘅個案。咁呢啲個案呢，其實呢都係大家呢喺呢個世界上一定會見到嘅，或者係甚至乎都有接觸過嘅。佢就將10個嘅故事咧就編寫成一本書寫出嚟嘅，而呢10個故事咧都係精心挑選嘅。咁啊呢一度咧就簡單講少少一啲嘅故事啦。例如其中第3個章節咧就係講阿 Jennifer 咧，佢就養育咗2個殘障嘅仔女啊，一個咧就係有精神病啦，一個係自閉啦，一個咧就係好似係有過度活躍症啦。點解呢一個母親會揀咗2個仔女同佢有咁嘅約定呢？原來係大有文章嘅，都係為咗阿 Jennifer 同埋學習嘅課題啦。咁另外啦，同時咧呢個故事咧亦都揀咗一啲嘅章節去講啊，就係點解我哋會選擇咗親人喺自己某一段時間離開咗自己咧，產生一啲傷痛咧，原來背後亦都有啲嘅故事嘅。咁我自己睇完呢本書咧，就好感動咧，就係話我哋原來咧佢想帶出一個信息，我哋每一個嘅人生嘅痛苦經歷咧，背後都係有一個學習嘅場景，同埋有一個目的係俾我哋嘅。咁只要我哋能夠即係用一個更加高嘅視線咧，去睇翻自己人生、自己一啲嘅歷練同埋挑戰咧，我哋會發現到咧，其實我哋嚟呢一生咧，唔係為咗去享樂，或者去經歷一啲痛苦。原來我哋好多時接觸到嘅生前嘅計劃，當我哋了解到之後咧，對我哋面對逆境咧，產生一個好大嘅療愈嘅作用咯。咁我唔知阿 Clarence 有冇睇過呢一本書咧？冇乜咁咧，但係我都聽過呢本書，因為呢本書其實都出咗好耐。係啊，咁好似裏邊都真係唔同嘅古仔，但係Vanessa 咧，你有冇點睇過？我聽過，即係聽朋友講過，就頭先中原講嗰個案就係2個係有2個自閉症係咪？自閉症嘅媽媽。咁其實佢好似係，我記得佢好似係今生嚟講，對於佢個靈魂嚟講係最後一世嚟嘅。係。咁所以其實我會睇，即係嗰個個案俾我哋帶出嘅信息就係佢有一個更加困難嘅情景咧，其實佢係要去學習，然之後呢一個係完成佢喺地球最終嘅使命。所以呢本書其實就係去從唔同嘅 case 裏邊去真係將唔同人嘅靈魂嘅經歷去分享出嚟。咁佢係由嗰啲靈媒分享出嚟，
係啊，嗰啲靈媒係點樣去揾翻呢個故事咧，或者寫翻出嚟咧？就係咁樣嘅，佢接觸咗個案例啦，個個案啦，然後咧就同嗰個嘅當事人咧就直接同佢指導靈溝通啦。之餘咧係嗰個靈媒係直接將佢自己靈魂咧去翻嗰個人去前世，即係佢未投胎之前咧，佢同嗰啲指導靈啊或者係啲高我啊開會啊傾嗰個課題啊。咁所以佢唔係純粹一般咧，就係即係即時嘅 channeling 啦，而係咧佢可以咧翻去呢一個當事人個案喺投胎之前咧，喺靈界開會時候所睇到、所聽到嘅嘢。咁所以佢嗰個資料係比較深入啦，同埋係完整性嘅。甚至乎佢知道 Jennifer 咧點解佢開會嗰陣時咧揀咗呢兩個細路仔，約定咗成為一個靈魂咯。咁所以我自己睇落呢一本書咧，個作者真係好花心機，同埋寫個故事嘅筆跡咧好全面，既講翻當事人而家面對嘅苦難啦，同埋佢背後嘅課題啦，同時咧佢亦都係翻去喺呢個當事人投胎之前開會個狀態啦，講翻佢哋嘅靈魂咧坐喺呢度開會個約定嘅啫。咁如果我覺得如果佢係有呢一個視像版嘅話咧，就非常之震撼啊！即係唔單止係用文字去講呢個故事，甚至係附將個故事咧拍翻出嚟，講下 Jennifer 嘅靈魂喺投胎之前佢係一團光啊，點解會約咗兩個佢嗰個靈魂家族啊？一個係成為一個過度活躍症啊，一個成為自閉症嘅人咯。咁我諗。我欣賞呢本書就係話佢寫得好全面啦，而且咧佢係將過去、現在、未來咧，即係三個唔同時空嘅角色咧，都帶翻落嚟，甚至乎講翻嗰個靈魂，佢完成咗呢一生之後，佢下一生咧，佢準備接受啲乜嘢嘅任務。咁呢本書可能對於初接觸指導靈啊或者靈魂狀態嘅知識嘅人咧，會感覺好似睇緊一個科幻小説啊咁樣，唔緊要嘅。呢本書你放心去睇或者細心去睇咧，你會睇到其實佢係唔想佢係想話俾你聽，其實人生有好多嘅生前嘅設定咧，係同我哋自己有關嘅，同埋亦都涉及咗好多唔同嘅靈魂咧一齊去共同參與咯。咁我希望大家咧有時間咧可以上網去睇下呢本書啦嚇，或者揾下佢資料。咁下一次咧，我亦都會介紹係呢一個作者羅伯特舒華茲咧，佢另一本書嚇。咁我哋今集嘅時間咧去到呢一度啦，咁下集再補充。好，多謝，好，拜拜。拜拜。